我係21年 KFL 韓語教育嘅學生，而家係呢一科。你嘅學科係讀啲咩？準備成為一個老師嘅話，需要具備啲咩知識啊，或者係點樣去準備一個課堂啊？呢個學科嘅優點係？我覺得我哋學科最大優點就係國籍，即係好多元化，即係你可以見到唔同國家嘅人嘅諗法好唔同。每一次準備上堂嘅時候，大家個感覺都唔係好一樣咯。讀呢一科出路係點樣啊？翻去香港學校啲學院啊，呢啲地方去教緊韓文咁樣。畢咗業會想做啲咩啊？編寫教材啊，準備教材，對韓文有興趣嘅人做一啲活動啊。有冇啲有趣嘅課堂？呢一科嘅話係一個實習嘅堂嚟嘅，咁然後呢嗰個就人數比較少咯，所以每一個人基本上都要準備，真係好似實際咁上一次堂嘅，喺課堂入邊寫自己嘅教案，然後實際即係做一次咁樣，真係好似上堂咁。咁如果10分滿分，俾外大幾分？ 8分9分。你最滿意嘅學校一點係咩啊？夠細可以保持起身咁。有冇啲咩想同想申請外大嘅同學講啊？諗多啲，然後先再決定自己係咪真係想讀呢一科，而唔係因為好多人讀而去讀咯。